现在的这个念寺啊，就是在这个苗阜州中央，同色吉祥山莲花插图上中下，以三种花神庄严安住着。现在是莲花山大师已经前往这个罗刹州，就是罗刹州呢，就是有这个同色吉祥山，就是专门有一个莲花宫、莲花插朵。其实莲花插朵的话呢，我们就是经常说那个怎么说啊？那个同色吉祥同色吉祥宫这同色吉祥宫，咱们的话里对，同色吉祥宫，现在很多寺院都在修，就是可能你们没有注意，要注意的话，那就是有些是3层楼，有些是这个13层楼，就是一般来讲是它是这个3层楼，就是我像这个色道的好多寺院都在这个修，就是包括德格啊、白玉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去青海那边，就是那边的很多尼玛派的这个寺院都在这个修那个，当时现在莲花生大师在这个罗刹州的这种状况的话呢，我们这个藏文里面叫藏的化热，就是也就叫做是那个同色吉祥这个吉祥宫啊，就是这个吉祥宫呢，很多寺院就有专门这个修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莲花生大师是以不同的这个法宝化三圣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做着。那么在21个罗刹州啊，就是每一州的话呢，实现不同的名号和僧台来这个化身。我看到那天那个20灯柱法王的那个专辑里面的是当时啊，就是登州法王有一次到这个罗刹州，就是见到莲花生大师的整个周围呢，就是有许许多多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像啊，就是你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瑜伽师呢，他在这个清净的这种智慧面前呢，就是所显现的不一定是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呢，也可以说是每个这个佛藏大师的一些修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就是所以说在罗刹州的话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州，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当中啊，就比如说一个国家的话，那就是分多少个省啊，就是像美国的话，那就是分50个州是吧？美国人有没有？问一下。有没有？50个州啊，所以那个当时罗刹州的话，那就是也有许多的一些小的州。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莲花生大师有不共的这个就是不同的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化这个众生。